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翻一啲建築常用嘅建材。咁咧，今日我哋介紹嘅咧就係好多師傅都聞風喪膽，見到都驚，見到都即刻走嘅隔音棉啦。咁隔音棉嘅用處咧就好多嘅，用途都好廣泛嘅。咁今日我哋就會介紹下佢哋嘅種類俾大家聽嘅。咁首先就有岩棉啦，岩棉。同埋有玻璃棉嘅。咁玻璃棉咧就係一啲玻璃纖維嚟嘅。玻璃棉咧係將啲熔融嘅玻璃纖維化去形成嘅一啲材料嚟嘅。咁佢嘅化學成分入邊咧算係玻璃類嘅，係一啲無機纖維嚟嘅。咁咧佢就密度少、保溫、絕熱、吸音嘅性能好嘅，耐腐蝕性、化學嘅性能都好穩定嘅。咁咧，佢應用嘅範圍咧，就除咗會落喺啲氫間隔入邊之外咧，亦都會用喺冷氣嘅風嘴、風喉入邊，都會包含咗喺入邊嘅。又或者係對啲錫紙喉入邊，都會包含咗玻璃棉嘅。咁跟住我就再介紹第二款啦。第二款就岩棉。岩棉咧就係一啲玄武岩礦熔，一啲高熔點嘅天然礦石，經過高溫熔融拉製成為呢個纖維嘅。跟住就再加啲固化性嘅粘着劑啦、防塵油啦，再造成嘅呢啲隔熱嘅吸音材料。咁咧，岩棉咧就有好好嘅吸音性嘅。當啲聲波進入咗岩棉嘅纖維多孔結構嘅時候咧，就會俾多孔結構，咁就會俾嗰啲纖維嘅表面吸收、反射、散射，降低聲能傳播，咁就可以提升你嗰個隔音嘅效果。咁一般市面上我哋容易揾得到嘅岩棉嘅材料咧，就有幾款嘅，通常就係50mm 厚，咁佢嘅密度咧就分為60kg、80kg、100kg、120kg 等等嘅，咁就可以視乎客人所需要去特別訂購你要嘅特別尺寸、特別嘅比例。咁一般嚟講咧，我哋用100kg 嘅岩棉嚟做啲資料俾大家提供下先。佢就大概可以降到，即係放咗喺一啲氫間隔嘅入邊之後咧，可以降低到25至30個 dB 嘅隔音量嘅。咁相對嚟講，佢已經係好足夠，可以阻隔到你平時日常嘅對話啦、電視聲啦，或者係你電話所發出嘅一啲聲音嘅。咁咧我哋要搭配埋石膏板同埋鐵籠，中間做個夾層，夾層入邊放喺入邊雙浸咁樣，先可以做到一個最佳嘅隔音效果嘅。咁跟住咧，除咗佢可以隔到音之外咧，岩棉有一樣嘢咧係大家唔可以唔知嘅，佢係可以好好咁隔到熱嘅。岩棉嘅熱傳導嘅係數係好低嘅啫，咁佢可以減慢咗熱能嘅流失，或者高溫去阻擋到都可以嘅。一般嚟講，佢最高可以耐到650度嘅高溫，就可以令到火災嘅時候咧就減慢咗火勢嘅蔓延。同時佢亦都可以拎嚟用喺啲屋頂啊、間牆啊、氫間隔入邊咧，都係做啲隔熱嘅填充嚟嘅。咁亦都可以除咗隔熱之外咧，亦都可以隔冷嘅，令到啲冷氣冇咁容易同外邊嘅環境去做對流，等佢可以個製冷效果好啲嘅。咁佢隔音隔熱唔容易易燃嘅效果咧，一般嚟講，我哋用喺住家、寫字樓、
工廠等等，都已經可以好好咁樣去應用到㗎喇。另外咧，如果有需要做一啲防火同隔熱嘅特別措施嘅時候，例如可能我哋要做防火板去包住一啲喉管啦、線路啦等等嘅嘢咧，我哋任何機電嘅設備，我哋需要包覆佢，需要提供防火同隔熱嘅效能嘅時候咧，就一定要落埋岩棉㗎喇。佢越高係數，隔嘅時數越多咧，即係1小時、2小時、4小時等等唔同級數嘅要求咧，就要用唔同級數嘅岩棉。咁咧，一般嚟講，岩棉就唔會獨立使用嘅，佢會搭配埋石膏板啦，或者係一啲其他物料素材，例如可能係木板啦、夾板啦、白瓷板啦、水泥板啦、其他板材等等，就去喺中間度令到嗰個聲音傳導同埋個溫度傳播嗰個速度降低佢嘅。咁我今日介紹嘅咧就係咁多啦，咁就下次會有其他資訊再分享俾大家先。好，多謝。